落苏瑞风台昨半暝到今仔透早，风是真透，高雄有200外个所在树啊拢倒去，嘛有未少所在失电哦。台电统计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3个县市都有将近14万户失电。台电人员嘛伫抢修，这3个县市哦，嘛伫今仔早起的6点临时宣布停止上班上课。有一寡民众哦已经到车头咯，才收到消息。无学生囡仔去到学校，才知影讲今仔停课咯。 大风一直口有阁有9级到10级，昨日半暝到今日早时，大风互高雄市真侪路树互扭起来，有诶翻伫路中阻碍交通，有诶缀伫车顶，像即台车顶互缀甲凹去。全市路树倒去上少259件，大风嘛互咱行路、骑车拢困难。 风车的所在，脚踏车要进前嘛困难，民众雨伞嘛开花，啊，阁有人下班时甲后头摆用牵咧转去，因为高雄市紧急宣布停班停课。 高楼大厦真的盖太多，然后这一段整个来风切的状况就在这边最严重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原本宣布除了特定的所在，28号拢爱上班上课，早时6点左右说雄雄讲全面停班停课。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可是我看车子很少，就是怕有的小孩子不知道没有接到消息。我就是手机没有开，我早上起来还没有看手机。 真侪人拢是雄雄接到消息，才知影停班停课，非常的抱怨。光是减不减缓，减缓的速度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不想拿市民的这个安全来做赌注。顾虑到我们通勤族朋友的安全，还要考量市民朋友们安全第一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市生活圈，我想顾虑民众的安全。 南高平共中心外款同步决定，嘛拢强调是为着民众的安全，才紧急来宣布，希望各界体谅。洪灾嘛，互台电的员工非常的无闲，真侪条电线跳去，啊，阁有真侪电报条嘛，互吹倒去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一度累计有14万户停电，员工是努力来抢修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文正贤，高雄、台南、屏东报道。